高達第二個電視動畫作品《Zeta Gundam》主角加美由隸屬奧幹。之前介紹 MG 里奇戴亞斯同埋白色嗰陣時，都有睇過奧幹嘅全名叫做反地球聯邦政府組織。咁呢度就好得意啦，同第一個電視作品去比較，《機動戰士高達》裏邊阿寶隸屬地球聯邦軍，即係第一個故事同埋第二個故事主角嘅立場係相反，加美由係反地球聯邦政府嘅。今集嘅主題就係睇奧幹嘅成立。之前有影片介紹過0080至到0083中間發生過咩事，亦都有睇過泰坦斯成立嘅過程，由一年戰爭嗰度講到去0085年。但係奧幹又好似冇乜資料去講解喎。咁喺個 OVA 0083裏邊咧，又講到泰坦斯嘅成立啦。但喺 Zeta Gundam 裏邊嘅故事又好似冇乜特別，好長篇好詳細咁樣介紹奧幹嘅成立。咁所以我就想講講奧幹嘅成立。咁睇翻啲設定資料咧，發覺泰坦斯嘅資料係豐富過奧幹好多嘅，竟然主角隸屬嗰個組織嘅背景資料咧係少過敵方嘅泰坦斯。咁雖然奧幹嘅資料係比較少，但係非常之有趣，好有價值，對大家去理解 Zeta Gundam 嘅故事，或者係 W Zeta 同埋之後嘅故事，即係 UC 年代嘅各個故事都有得着。咁呢度睇翻奧幹個名係點樣嚟咁奇怪嘅？咁就係嚟自英文 Anti-Earth United Government 呢4個字，抽頭一個字出嚟 AEUG， 咁就好似 NASA 咁樣咧 NASA 連埋當一個英文字咁讀 AEUG 就變咗 ALGO 啦。咁日本人咧好中意將啲英文嘅縮寫咧當一個英文字咁樣去講嘅，變咗 ALGO， 音譯翻做中文變奧幹。咁但係睇翻呢個字咧 Anti-Earth United Government 冇講到組織嘅喎，但係譯做反地球聯邦政府組織，因為就咁直譯嘅話就係反地球聯邦政府嘅啫嘛，冇組織嘅。咁原來奧幹 ALGO 呢個字咧個理解咧，我哋可能有少少偏差。咁我哋會諗咧係 Zeta Gundam 裏邊主角隸屬嗰個組織，咪叫做奧幹啦。咁所以就係反地球聯邦組織。咁 MG 裏邊都咁樣寫啦，但係睇翻其他設定資料咧，喺奧幹成立之前已經有 Anti-Earth United Government 呢個字，咁日文嗰度就寫做反地球聯邦政府運動啊。原來奧幹呢個字唔單止有組織，即係呢個狹義嘅意思，仲有一個廣義嘅意思，就係講反地球聯邦政府嘅運動包括喺裏邊嘅。咁但係你會諗啦，一年戰爭嗰陣時，自會唔會反地球聯邦政府噶咯？佢哋又咪叫奧幹？但係唔係，原來奧幹呢個字咧喺個設定裏邊就話，主要係形容0080年代之後嘅事。咁所以一年戰爭即係0079年或者係70幾年代再之前嗰啲就唔算叫做奧幹，唔叫做 Anti-Earth United Government 啦。咁呢度要留意啦，其實奧幹係幾深奧同埋好有趣嘅。咁睇翻一年戰爭或者再之前地球聯邦政府，咁就係地球嘅各個唔同嘅政府統一咗，變咗地球聯邦政府啊。但係諗下啦，喺20世紀170幾個國家，再加埋唔同嘅地區，點會同聲同氣先？咁裏邊實有人唱反調。咁主流地球聯邦政府係有意見嘅，但係有啲非主流作為影子政府喺地球聯邦咧裏邊都有一啲發言權嘅喎。咁作為影子政府，即係佢哋有一啲政策佢哋可以通過，但係因為經過咗一年戰爭，一年戰爭就係自護公國向地球聯邦政府宣戰。咁一年戰爭裏邊自護公國打輸咗啦，咁喺地球聯邦政府裏邊唱反調嗰啲人咧，咁睇起嚟，即係某程度上同自護講嗰啲嘢係差唔多嘅。佢哋即係喺地球聯邦政府唱反調嗰班人嘅聲音咧，就開始減細啦，佢哋開始縮啦。但係佢哋聲音減細咗，唔代表冇呢啲人，亦都唔代表佢哋順服咗嘅喎。咁喺一年戰爭之後，有幾個事件啦，譬如包括0083故事裏邊所講述嘅達拉斯艦隊。咁呢啲係自護殘黨嚟噶嘛，佢哋係反地球聯邦政府。而去到0085年，即係30番地事件，佢哋就係喺個30番地宇宙殖民星裏邊嗰啲人民咧，喺30番地，即係佢哋住喺嗰度噶啦，就舉行一啲示威抗議，咁就俾泰坦斯壓制咗啦。咁喺呢啲唔同嘅事件都可以睇到，反地球聯邦政府運動係不斷發生緊，但係睇下大同埋細，同埋睇下地方喺邊度嘅啫。咁講起點解要反地球聯邦政府，
咁同一年之爭再之前啲設定係有關嘅。地球聯邦政府做咗啲咩衰嘢咧？咁佢哋又唔係話衰得晒嘅，但係其中一樣衰嘢就係將啲人民咧推上去宇宙殖民星嗰度。咁地球聯邦政府裏邊嘅高官就話：地球已經有好多人啊逼爆咗，同埋有污染問題啊，食糧不足咁樣，所以唔該部分人咧就遷去宇宙殖民衛星嗰度居住啦。高官表面上就係咁樣講，但係內裏就係話，地球咁舒服咁好住，我哋啲高官咧先適合喺地球嗰度住啊，喺度嘆世界。你哋嗰啲賤民啊，唔該上去宇宙嗰度啦，你哋係難民嚟嘅。咁其實成個社會嘅構造就係地球嗰啲人咧就好似自己高高在上又嘆世界，上咗去殖民星嗰啲人咧又要受苦，又要成為地球聯邦政府嘅屬國，咁不斷咧都係俾地球聯邦政府壓制。咁呢度就產生咗對等，其中自護公國嘅誕生都係因為呢個對等嗰度，佢哋抑壓得滯，要反抗先至向地球聯邦政府宣戰。咁講到呢度，點解同奧干有關呢？咁繼續講落去你就知㗎啦。一講起自護，咁本身自護咧就唔係薩比加揸 fit 嘅，在之前 UC0046年，治安戴權即係馬沙個老豆就舉辦咗演講啦，就話佢提倡 Contourism。即係各個宇宙殖民衛星咧，有自己嘅自主權、經濟獨立，就唔係你哋地球聯邦政府嘅屬國嚟先。咁呢度佢咁講，所有呢住喺宇宙嘅人咧嘅贊成啦，我哋有經濟自立同埋有自主權。跟住治安戴權就講啦，我哋上咗嚟呢個比較辛苦嘅環境，咁惡劣嘅環境，我哋一代一代咁樣發展落去。之後就會出現一啲優秀嘅人種，即係 new type 新類型人。治安戴權咧係推崇新類型人呢個講法嘅，咁但係中途就俾薩比加暗殺啊。咁睇 Gundam The Origin 咧都冇講到明係暗殺嘅，但係總之治安戴權咧就死咗啦。之後就薩比加接位，薩比加咧就扭曲咗治安戴權嘅諗法，就話我哋住喺 Side 3嗰啲人咧先係正嘅，我哋係優秀，我哋係選民嚟嘅。選民即係咧俾神選中嗰啲人啦，即係我哋係被揀中嘅，其他人咧係低層次嘅。呢度就拎咗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邊某個國家推崇嗰啲政策啦，就去滅絕其他嘅民族。呢度又套翻咗去自護公國嗰度，就係滅絕，唔係話其他民族嘅，滅絕地球聯邦軍、地球聯邦政府啦。咁但係最終佢哋就輸咗啦。佢輸咗就慘啦，住喺宇宙嗰班人嘅聲音咧就變得越嚟越少啦，因為幫佢哋出頭啊，即係當俾佢出頭嘅自護公國都輸埋啦。咁但係都要爭取翻自己嘅權益嘅。咁所以之後0083又好，0085又好，或者其他唔同嘅年代咧，都相繼有反地球聯邦政府運動出現，但係一一都被壓制，就俾地球聯邦政府壓制又好，或者俾泰坦斯壓制都好。咁泰坦斯就係藉住0085年嘅30番地事件啦。咁當時就係喺個30番地呢個殖民星裏邊，嗰啲人民就喺度遊街示威、抗議、罷工。咁地球聯邦政府就搞唔掂啦，佢哋出兵咧都平壓唔到，咁叫泰坦斯唔該你去搞掂呢單嘢啦，我哋搞掂唔到啊。咁泰坦斯個變態紅色眼鏡佬咧 Basco， 喂正啊！0083嗰陣時咧，我發射嗰個 Solar Ray 咧，俾人中途炒禍咗啦，唔可以 full power 發射。我今次又有得出氣啦。咁地球聯邦政府咧就叫泰坦斯去搞掂呢件事啊，但係冇叫佢用咩方法搞掂。咁個紅色眼鏡變態佬咧就用毒氣毒死晒30番地呢個殖民星裏邊嗰啲人啦。呢件事太過恐怖。咁一啲反地球聯邦政府嗰啲人咧就透過呢件事團結起嚟，成立咗奧干。咁呢度好簡單，成立咗奧干，咁中間係涉及唔同嘅人嘅。咁喺奧干咧之前都有提過有自護殘黨喺裏邊嘅，可能你會諗啊，點解會有自護殘黨混喺裏邊嘅咧？反地球聯邦政府運動涉及咗幾個唔同立場嘅人。咁睇翻0085年10月31號30番地事件嗰陣時，奧干就成立咗，係由 Blix Spolar 准將去成立嘅。咁同埋奧干裏邊有幾個重要嘅人物。咁除咗 Blix Spolar 係領導人、成立人之外，仲有庫阿多羅巴詹娜。咁佢真身就係馬沙，咁嚟自阿古哲斯咁嘅仔 MS 部隊嘅 Captain 嚟嘅隊長啦。另外有布拉道，咁佢做阿加瑪嘅艦長。仲有汪利
汪呢咧就係有錢人嚟嘅，咁之後咧會介紹呢一度。咁呢啲咁嘅人點解會走埋一齊嘅咧？雖然佢哋立場唔同，但係想做嘅嘢都係一樣。咁譬如 Blixfolla 一個準將嚟嘅地球聯邦軍，佢就想糾正翻地球聯邦政府裏邊嘅腐敗，同埋想糾正翻佢嘅軍紀，整理翻地球聯邦政府嘅組織。另外就有布拉頓，咁佢都係地球聯邦軍裏邊嘅人啦，佢都係不滿泰坦斯嘅做法。另外重要人物庫阿多羅拜占娜，咁佢係馬莎，佢係阿古哲斯嗰度翻返去地球圈。我之前介紹加薩斯嗰條片裏邊都有講過少少馬莎，咁佢翻返去地球圈，咁佢有佢嘅目的。咁點解馬莎翻去地球圈？其實都有好長篇可以講嘅，咁呢度就另外揾機會去講下啦。咁呢度好簡單就係講話馬莎係想翻嚟地球圈，想視察下個環境點樣去做佢想做嘅嘢。咁佢就咁翻嚟地球圈，冇人會理佢噶嘛。咁佢就帶埋Gundanium Gamma呢一種合金技術，就翻嚟地球圈，咁樣去氹阿 Fola，咁仲有咧氹 A 公司咧一齊可以合作。咁佢合作嗰度咧之後會講嘅。仲有 A 公司嘅主席卡威，咁喺0083裏邊都有出場喎。喺 GP01出廠嗰陣時，佢見到呢部咁勁嘅機體就話：哇！我公司做咗一部咁勁嘅機體出嚟，咁 GP01又好，或者 GP Series 都好啦。哇！打後我間公司10年都唔使休啊！就係佢講咗呢句話出嚟，就令人諗到啦。哇！咁0083嗰啲機體比起 Zeta Gundam 裏邊嗰啲性能會勁得滯咧。咁故事嗰度就幫佢兜翻。咁 GP 計劃裏邊啲機體咧記錄俾人刪除咗，所以就唔係咁影響後世啦。我之前都有影片介紹過高達開發計劃 Gundam Project。咁雖然記錄俾人刪除咗，但係腦裏邊嗰啲記憶係刪除唔到噶嘛。咁所以 AE 啲技術人員又好，或者聯邦裏邊技術人員咧都有呢啲技術，咁啊帶到後世有少少影響，唔係話完全冇嘅。呢個卡拜 AE 公司嘅主席都有參加奧幹，呢度要留意一下啦。咁佢點解要參加咧？佢一間開發 MS 嘅公司嚟嘅。咁但係諗翻啦，地球聯邦軍又好，泰坦斯都好，製造機動戰士可以自己製造噶嘛。咁 AE 開發 MS 嘅機會就低咗啦。咁點樣先可以令佢哋自己賺錢咧？就係有仗打。咁奧幹就係有個心去反地球聯邦政府、反泰坦斯嘅。咁如果 AE 參與入去嘅話，咪可以開發 MS， 咁咪有錢賺咯。同埋馬莎同 Blixfolla 已經係聯絡咗啦。咁用 Curadoro Bagina 呢個名得到地球聯邦軍嘅軍籍，咁佢有 Gundanium Gamma 呢個合金嘅技術，作為 MS 開發公司嘅 AE 當然係有興趣啦。有個新嘅技術喎，如果開發出嚟嘅 MS 夠勁嘅話，咁可以賣貴啲。咁所以就造成一個動機 ，AE 就想參加。咁啱晒 Blixfolla 啦，佢自己冇一個實際嘅軍備，透過馬莎嘅幫助同埋 AE 嘅幫助，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完善嘅軍備啦。但係馬莎帶咗啲技術俾 AE，咁同埋 Blixfolla 想做 MS 嘅話，冇錢係做唔到嘢噶嘛。咁喺度就出現汪呢個人啦。喺 Zeta Gundam 個故事裏邊都有講到啦。每當加美尤咧反抗唔聽話嗰陣時，阿汪呢喺個阿加馬度咧就一拳咁樣打埋去個加美尤嗰度，我要修正你啊！佢用個字好正嘅。咁大家睇嗰陣時開翻字幕咧，你睇就係我要修正你。就係話加美尤做錯，我呢個汪呢先係啱嘅。咁汪呢係咩人嚟？佢係有錢人嚟嘅，佢係代表 AE 對於佢呢個有錢佬就係想宇宙殖民嘅權勢好啲之外，亦都令到個經濟 run 得好啲嘅話，佢哋都有錢賺啦。咁各個唔同嘅單位都有佢哋想做嘅嘢，咁啱得咁巧，就係同Anti-Earth United Government 反地球聯邦政府運動呢樣嘢係佢哋嘅共通點，佢哋都係想反地球聯邦政府，或者透過反地球聯邦政府可以得到啲利益，所以佢哋就一齊合作啦。咁所以 Blixfolla 就可以成功設立奧幹呢個組織出嚟。咁呢個組織咧，咁喺個年表嗰度我睇過啦，就係同30番地事件係同一日嘅，即係奧幹成立嗰日咧，就係30番地發生嗰一日啦。咁啊 Blixfolla 見到泰坦斯做埋啲咁離譜嘅嘢，佢就決心成立。咁正式呢一日嘅意義就唔係好大嘅，因為佢唔會無端有一日喂，我要成立奧幹，咁就即刻咧成個完善嘅架構出咗嚟。咁就喺嗰日開始 Blixfolla 就慢慢咁樣去準備唔同嘅人，去拉攏唔同嘅人，
又去準備啲軍備，又去揾人資助咧，即係 sponsor 咁揾到 Wong Lee 同埋 Luo Shoukai 嘅 Stephanie Luo， 慢慢去建構一個組織出嚟。當然咁馬莎大咗 Gundam Neon Gamma 呢一個合金俾 AE 嘅話，唔會今日拎到，聽日就做到。我做到架力奇戴亞斯出嚟冇咁快噶嘛。咁呢度慢慢咁樣去醖釀嘅。我睇翻設定資料先知道，原來奧幹係有咁多唔同立場嘅人一齊合作先至成立到出嚟噶。我睇到呢度咧就覺得好滿足啦！哇，原來個故事咧唔係咁簡單啊，唔係因為泰坦斯喺30番地事件嗰度做埋啲咁惡劣嘅行為咧，無端端就彈咗泰坦斯出嚟。原來個原因咧一路咁追溯去到治安大權，即係馬莎老豆去提倡 Controlisium， 即係宇宙殖民，個個有自己嘅獨立嘅自主權，有自己經濟嘅能力。之後再發展到自護同埋自護殘黨，去到30番地事件，各個唔同咁樣累積起嚟，先至有奧幹嘅出現，同埋有唔同立場嘅人一齊合作先有奧幹。我睇到呢度咧，非常之滿足啊！原來件事嘅詳細係咁樣。咁睇到呢度咧，希望你俾個 like 支持我啦，我覺得呢一度係好有價值嘅。咁繼續睇落去啦，喺個 Zeta Gundam嘅故事裏邊。咁其實 AE 咧有幫泰坦斯去做 MS 嘅，嗰架係量產機嚟，叫馬拉西紅色嗰架。咁如果你有玩第3次機人大戰，咁之後應該都會有嘅。我記得機人大戰 F 都有出現嘅，不過我第一次玩機人大戰嗰陣時玩第3次啦。咁頭嗰幾版對方咧就係馬拉西啊，哇！嗰啲機咧都幾勁下嘅。同我尋日講嘅加薩斯去比咧，咁其實加薩斯都好勁，當然馬拉西都好勁。AE 咧都可以講啦，就話其實我哋係做生意嘅啫，我有提供到 MS 俾你泰坦斯噶嘛，我哋唔係反你嘅泰坦斯噶，我哋係友好嘅。我呢度 feel 到有人會衝出嚟話唔係啊， AE 公司俾馬拉西俾泰坦斯唔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啊，而係之前奧幹搶走咗 Gundam Mark II，AE 公司驚泰坦斯以為自己通水俾奧幹，咁啊搶走咗部 Mark II， 咁想去逃避責任，唔想俾泰坦斯追究，就俾咗部馬拉西俾泰坦斯。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咁 AE 都可以唔俾部馬拉西俾泰坦斯噶嘛，佢可以叫奧幹唔該你奧幹幫手啦。咁 AE 公司係出錢同奧幹合作噶嘛，咁可以叫奧幹懟冧咗泰坦斯，自己咪冇事咯。咁點解要咁做？就係因為 AE 如果咁樣做好啲咁樣認低威，俾咗部馬拉西俾泰坦斯嘅話，第時咪有偈傾咯。如果奧幹真係冧咗檔嗰陣時，泰坦斯都唔會鬧自己鬧到咁盡啦，留有少餘地，咁就係 AE 公司嘅策略嚟嘅。世界上有好多事發生嗰陣時，唔係淨係得一個原因，唔係淨係得 AE 公司怕泰坦斯以為自己通水俾奧幹先至俾架馬拉西俾佢，亦都可以係因為想之後有嘢講有偈傾，先至咁樣認低威俾部馬拉西俾泰坦斯。咁 AE 就留有兩手，咁直到 UC 0105年去到閃骨的哈薩維個年代， AE 都係咁嘅態度嘅。我又幫地球聯邦政府、地球聯邦軍去做架 Penelope 出嚟，我又幫 Mufti 去做架 C Gundam 出嚟，有錢賺啊，我哋就做噶啦，冇所謂㗎。咁 AE 就係咁嘅立場。咁之後咧都會揾一集去講係 AE 呢間公司嘅。咁除咗佢個會長正之外，當然0083嘅主角阿 Nina 係屬於 AE 公司嘅嘛，佢都好正啦。咁我相信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呢個角色㗎啦，同埋好中意0083嗰段戀情啦。咁最後講一講奧幹，咁佢有勢力啦，佢有 MS， 咁佢基地喺邊度咧？佢基地就喺月面都市古拉拿達。我記得喺 Zeta Gundam 裏邊就有啲對白，就話嗰啲大粒佬咧嚟到去阿加瑪嗰度同阿布拉道對話啦，跟住就話我收到，即係個大粒佬佢話我收到古拉拿達嘅命令，唔該阿布拉道你做乜做乜做乜，跟住布拉道就話古拉拿達話我就要做㗎啦，做到先做啦。咁樣有啲咁嘅對白嘅。咁古拉拿達就係奧幹嗰個基地嚟，主要嘅本據地啦。另外其他月面都市同埋沙多灣、沙多都係支持奧幹。咁好簡單啦，佢係月球同埋宇宙殖民，咁嗰啲 Side 支持奧幹都好正常嘅。另外島1號殖民星 Sweetwater 係佢哋嘅秘密基地，同埋奧幹喺 Zeta Gundam 嘅故事中途佔領埋地球聯邦軍喺宇宙其中一個基地金平堂，即係自護所講嘅所羅門啦。但係相反喺地球嗰度，喺地球度執行任務嗰陣時，佢要靠友軍卡拉巴
去幫手嘅。咁落去地球嗰啲情節裏邊咧，都會出現卡拉巴啦、科巴士，即係個肥仔咧，都有幫奧幹幫普拉道。咁當時咧都會見到阿寶出現噶啦。咁去到 Zeta Gundam 第一集庫阿多羅巴詹娜，咁即係馬莎啦，揸住個紅色嘅力奇戴亞斯，咁佢兩邊咧各有一部灰色嘅力奇戴亞斯阿波利同埋諾比列圖，咁一齊潛入去殖民衛星裏邊搶黑色高達，即係 RX-178 Gundam Mark II，咁啊展開咗 Gallifrey 戰役，喺 UC0087年3月2號就開始咗 Zeta Gundam 嘅故事啦。咁奧幹之後嘅發展就慢慢去睇啦。今集主要就係講解奧幹嘅成立。咁講到呢度啦，哇！原來奧幹咧唔係突然之間嗶一聲咁就生咗出嚟，原來咧都醖釀咗好耐，同埋有唔同立場嘅人係加入奧幹呢個團體裏邊嘅。咁當然除咗 Zeta Gundam 嘅故事裏邊之外咧，去到下一個故事 Double Zeta 咧繼續 keep 住有奧幹。咁當時奧幹係做啲咩咧？咁都可以同大家喺另一條影片裏邊講解一下嘅。咁 Double Zeta 嘅故事咧就慢慢開始入㗎啦。哇！真係越講越多嘢講啊！一開始就講一年戰爭啊、0080啊、0083跟住08小隊都有講少少嘅，跟住再講到嚟 Zeta Gundam 咧已經好廣泛嗰樣嘢，再拉埋 Double Zeta 咧，哇！真係越講越多。不過唔緊要，高達世界咧真係好多主題可以講，個個都咁精彩嘅。好，希望你俾個 like 支持我，訂閱個 channel。如果覺得好聽或者得着嘅話，不妨課金支持下我。PayMe 轉數快，10蚊20蚊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嚟嘅。多謝大家收睇，下集再見，拜拜。